山里头阴凉地。无锡是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位于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，被誉为太湖明珠，是我国优秀的旅游城市。在我国无锡灵山大佛景区内，有一处著名的景观，叫做九龙观玉。之前来无锡时，灵山圣境文化公园刚刚破土动工，没有这边高啊。它建在灵山大佛与浩瀚的太湖之间。一位景观设计建造专家介绍说，位于文化园中的大型铜雕塑九龙观玉，总高27.5米，总重260吨，将使用黄金18公斤，青铜180多吨。这是一个依托着中国古老的宗教文化，糅合了神奇的科技精髓的传世精品工程。其主体雕塑高达7.2米，重12吨，耗金15公斤的太子像，为古今造佛塑像之首创。经过1年的精心打造，九龙观玉究竟是什么样？怀着一颗虔诚的好奇的心，我们来到了灵山。各位游客，灵山胜境大型动态景观九龙观玉花开吉祥即将开启，请各位游客到广场南侧保持肃静，静心等候，等待庄严神圣时刻的到来。观礼之后，请您持敬瓶、敬杯，于凤凰口中恭请八功德水，永保吉祥平安。公元前6世纪中叶，在与中国并列为世界4大文化古国之一的印度，一位伟大的先哲诞生了，他就是释迦牟尼佛。在一般人心目中，佛是超然神圣、可望而不可亲近的救世主。其实，这不是释迦牟尼佛应世的本怀。正经的佛教之道，佛既不是来去无踪影的神仙，也不是人们冥思苦想设计出来的天地，而是一位真实不虚的智者、觉者。灵山圣境概括了佛4相成道的过程，这里展示的正是这位觉者的诞生。千百年来，众生对佛的崇敬，在经典、传说、故事中传颂，赋予这位真实的觉者许多瑞相。太子诞生，九龙观玉是其中之一。佛降诞时，天地一片光明，仙乐悠扬，天鼓自鸣，百花竞演，万鸟齐鸣。地面上涌出冷暖池水，虚空中出现九龙，灌下香水，洗浴太子身。来了18子了，18子。我没拿。这种祥瑞意象展现在众生眼前，
使众生产生慈悲智慧的信仰，留下优美吉祥的文化，让众生理解，对这位觉者不仅只是礼拜，更要去了解、体验他为众生寻真理的精神。
途36000顷，八公河水绕灵山。各位游客，当您观瞻了九龙冠玉的佛诞盛景之后，灵山的八公河水化作72道清泉，正从八祖凤凰口中洱海而出，尽且石碑幽静，水洗日泽。观瞻九龙冠玉，感受八公河水，圆满灵山之行。